大家好，有 Mr. Question。印度航空一架編號 AI171 嘅波音787-8夢幻客機，6月12日喺印度西北部城市艾哈曼達巴德機場起飛，預計前往英國倫敦特威克機場。該飛機起飛約30秒後，墜落喺當地嘅醫學院宿舍，造成好多學生傷亡。當時機上就包括機組人員，裏面一共有242人，最終只有1人生還，其餘241人罹難。從機場監控所拍嘅畫面可以睇到，班機從跑道移動到剛起飛嘅時候，似乎係冇咩異狀嘅，但係喺起飛後大概幾十秒，飛機明顯無法升高，導致最終喺825英尺，大概係251.5米嘅極低高度失去咗升力，最後墜落。根據前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主席桑亞德指出，從事故影片分析，客機喺起飛階段機身配置異常，起落架仲處於放下狀態，而襟翼就收起，同標準嘅操作相反。恐怕就係飛機無法順利升空嘅主要因素之一。襟翼同縫翼嘅開啟直接影響咗升力，係唔係真係冇放下呢？起落架冇收起係人為還是係收唔起呢？呢個又係唔係關鍵因素呢？但係飛機能夠喺地面從零加速到起飛速度，再離地起飛，從 V1 到 VR。再到 V2 起飛過程都完畢咗咯，咁亦即是係最大阻力段都跨越咗啦，飛機升空，但係衝到800多英尺就唔夠力喎，喺機頭上揚嘅姿態之下滑落，只有一個原因，推力不足。但係啱啱講過，最大阻力段都跨越咗啦嘛，若果推力不足就升唔到空啦。升到空又推唔到上去，咁原因又喺邊度呢？空中停車，揾唔揾到證據啊？有人話 Ram Air Turbine 衝壓空氣渦輪彈出嚟，但係影像模糊，唔能夠確定。但係有位機長就太過了解787啦，佢發現到起落架姿態異常。唔係冇回收之說，而係姿態告訴當時嘅動力狀態，太準確啦！雙發都突然停咗，唔可能㗎。左右發動機係獨立運作㗎嘛，剛發生嘅都係喺空中，一台出事停咗，再加上連串錯誤先導致雙發停頓。但係787係最先進嘅機型。雖然787-8係20幾年前嘅設計，但都有多重安全保障，唔容易因為步驟出錯而導致雙發停頓嘅。咁樣最有可能係咩原因呢？6月16日，一架印航同型嘅飛機從香港起飛往印度新德里，飛咗1個多小時就要折返啦。問題就係發動機動力異常。返回後初步調查發現，竟然係問題先生。今集從飛機起飛講起，解釋關鍵致命嘅問題所在。Mr. Question 問題先生發掘時事盲點或者正確答案，讓大家明白事實嘅真相。喺節目開始之前，請各位訂閱並且撳埋右下角個鈴鈴，再選其全部。有新影片就會通知各位。787夢幻客機，787使用咗音速巡航機所提出嘅技術同埋慣用嘅機體設計。波音稱787最多可以比同類產品節省大概係20% 嘅燃料，主要嚟自性能更高嘅發動機，佔整體燃料節省大概1/3，增加使用更多輕嘅複合材料，咁呢個又佔燃料節省嘅大概1/3，以減低機身嘅重量。
以及使用咗不少新嘅技術，呢度又佔咗燃料節省大概係1/3啦。例如係使用咗太網作機內嘅通訊傳輸，制動系統使用咗電動嘅制動就取代液壓制動，而機艙空調使用嘅空氣，從以前發動機取用壓縮空氣，就改為係電動壓縮機。簡單啲講，787嘅新系統大體上就係朝向電氣化嘅方向發展。波音使用咗2款新嘅發動機嚟提供787嘅動力，分別係通用電氣嘅 GEnx 同埋勞斯萊斯嘅特倫特1000發動機。波音宣稱呢2款發動機就將會比波音767增加咗20% 嘅耗油效率，其中增加咗40% 嘅發動機效率，增加空氣動力嘅改進效果，增加輕量嘅複合材料同埋更先進嘅系統。結構設計，波音787係使用咗超音速巡航機所提出嘅技術同埋慣用嘅機體設計，其中最受矚目咧就係波音787嘅主體結構嘅大部分，包括咗機身同埋機翼，都係採用複合材料設計嘅，而唔係而家常用嘅鋁合金。此外，仲使用咗鈦合金，其中複合材料嘅佔比就達到係50% 以上。而飛機嘅形狀設計亦都因此而變得更加動感啦。複合材料就唔似係鋁合金咁容易產生疲勞同埋腐蝕現象，密度亦比鋁合金少，而且有高比強度同埋易於設計嘅優點。因此，波音787嘅維修費就會較同型機更低啦。而最大嘅飛行速度就更大啦，更加節省燃料，更加環保。亦都係因為佢省油，好多航空公司都喜歡用作長途嘅航程，而且787嘅載重比較大，更加經濟，更加符合當今嘅市場競爭。咁呢一點亦都係印度航空嘅意外關注點之一啦。出事經過，整個起飛過程並無異樣，飛機飛到825英尺，開始武力升高啦。喺機頭上揚之下下滑，出事原因一般專家推測可能係1. 前懸縫翼同埋後懸襟翼冇張開；2. 發動機失去動力。AI-171起飛過程。
有人懷疑係燃油混入咗雜質，最大可能係水。油缸漏水有出現呢個情況嘅，呢個係非常之危險，會導致發動機動力不穩或者係停車。飛機喺上下前一段時間，發動機就會啟動㗎啦。V-speed 喺航空領域 ，V 速度係用於定義對所有飛機嘅運行重要或者係有用嘅空速嘅標準術語。V1 超過呢個速度之後，起飛就唔能夠終止㗎啦。VR 飛行員開始施加控制輸入，以使飛機俯仰嘅速度，此後飛機就會離開地面。襟翼亦都會同時放下。V2 起飛安全速度，飛機喺一台發動機失效情況之下，可以安全爬升嘅速度。V3 襟翼收放速度。V4 穩定初次爬升速度，全發運轉起飛爬升速度，直至到開始加速至到襟翼收起速度。總高度應該就係達到400英尺，120米。VLE 最大起落架放下速度，呢個就係起落架放下狀態之下飛行嘅最大速度啦。VLO 最大起落架操作速度，呢個就係起落架展開或者係收起嘅最大速度。放出一大條面。
下面先講下襟翼有冇放下。前緣縫翼，前緣縫翼係處於唔開縫嘅放出狀態嘅時候，佢對機翼升力嘅影響同前緣襟翼相似，即係通過增大機翼面積同埋增大翼形彎度而提升上升力。當前緣縫翼處於開縫嘅完全放出狀態嘅時候，佢對於升力影響同前緣襟翼咧就唔同啦。後緣襟翼，襟翼係一條或者係幾條附於機翼後緣嘅可動翼片，平時同機翼咧合成一體，飛機起飛同埋着陸嘅時候就放下。襟翼片就能夠增加機翼嘅面積，改變機翼彎度，同時仲會形成一條或者係幾條縫隙，增加面積可以提高升力。形成縫隙咧，就能夠令到下表面嘅氣流經過縫隙流向上表面，使到上表面嘅氣流速度提高，可以擴大範圍同埋保持層流，亦都可以令升力增加，並且減少失速現象嘅發生。大型飛機特別係客機都安裝咗雙縫襟翼，可以提高升力係數80到95%，效果十分顯著。當飛機喺起飛嘅時候，襟翼向後下方偏移角度就較少，主要咧起到增加升力嘅作用，可以加速飛機起飛。當飛機降落嘅時候，襟翼向後下方偏移角度較大，可以使飛機嘅升力同埋阻力同時增加，以利於降低着陸速度。襟翼狀態，前緣縫翼同埋襟翼咧係連動嘅。當飛機速度達到 VR， 機師就會放下襟翼 flaps down， 分成好多級嘅。波音717咧就有6檔 flap 0、1、2、3、4。full 0至3咧用於起飛，4同埋 full 用於降落。flap 檔越高，升力就越大，但係阻力咧亦都增加。機長會喺起飛前按飛機重量同埋跑道長度，仲有氣壓等計算出起飛嘅參數，輸入電腦，飛機電腦會核算通過先至能夠起飛。為咗省油，一航787一般咧都會用 flap 1起飛嘅，襟翼角度咧就只有5度，從影片中咧好難察覺到，但係殘骸機翼就睇到前縫翼放落嚟，證實襟翼咧係有放下嘅。起落架冇收起，起落架冇收起就成為另一個熱點啦。飛機速度要達到 VLO， 起落架就應該收起㗎啦，減低飛行阻力。但係 AI171直至到墜落都冇收起落架喎，係機師冇收起啊，還是係收唔起呢？787起落架嘅可選上下。
787主起落架嘅機輪咧係前後兩組嘅，喺起飛之後，機輪是一 up 旋上向前拉高，降落着地前咧亦都係是一 up， 着地之後咧就會改為是一 down 向後放下，到咗空中收回起落架嘅時候，就會返回是一 down， 然後返回機艙。AI-171起落架唔能夠收回。大家睇到787嘅起落架喺空中收回之前咧，就係是一 down， 然後返回機艙。從影片中睇到 AI-171嘅起落架就已經係是一 down， 即係準備收起啦。但係冇收起喎，而飛機咧就開始下降。咁樣就可以推測飛機喺起落架準備收嘅時候失去動力，所以只能做到是一 down。呢個就係飛機墜毀嘅關鍵時間點啦。即使係此前一切正常，突然發動機停咗，所有動力都失去咗。有人話 Ram Air Turbo 衝下空氣渦輪彈出嚟喎，但係影像太模糊，唔能夠證實。咁樣 AI-171發動機空中停車原因係乜嘢呢？印航無獨有偶。印度航空一班由香港飛去新德里嘅波音787客機喺起飛之後，機長懷疑有機件問題，決定折返香港。涉事嘅航班編號係 AI-315，警方喺星期一下晝1點幾接報話客機需要折返。喺初步調查後發現客機因為油缸過濾器出現問題要折返。油缸過濾器就好似係油車嘅發動機油格類似啦。車主都明白換機油同時就換油格，不然就會降低咗氣缸效率。當飛機發動機供油不暢順，就會造成進氣燃燒不盡，即使係貧油燃燒，動力不足，有可能出現斷震，甚至係空中停車。最後要講一句，印航就係你想唔到嘅。請各位訂閱緊隨本頻道嘅影片，獲取更新嘅資訊。希望大家廣傳，並且歡迎留言讚好。拜拜。